来看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文化首都拉合尔，初三又搁正做是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的都市，所有各校停课一礼拜，上班的人会当伫厝里工作。另外，伫英国有15000个人伫伦敦的市中心游行，要求当局要爱重视英国河川甲大海的环境。 这支棒球队伫茫茫梦中练球，热爱棒球的巴基斯坦人伫垃圾空气中看球员偷拍甲喷走。这个故事牌写着：热血集团热血封锁，我的旁遮普无垃圾空气。这显然是拉哈尔市民上大希望。也毋过青山迄日，拉哈尔第2摆登上全球空气污染的头一名。伊所在地旁遮普县官员，有人做报讲，这种垃圾空气有毒，对儿童的伤害真大。学校应该强制学生挂嘴安。 जरूरी नहीं कि हम लोग गवर्नमेंट की तरफ ही देखें, कुछ हिस्सा हमारा भी है, हमें भी कुछ न कुछ उस गवर्नमेंट के हिस्से में हिस्सा डालना चाहिए। 根据全球空气品质指数，拉哈尔初二数据是1042，初三是1009，达到史上上海。全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危险基准300真侪。当局已经执行包括要求50%的上班族离厝工作等措施。巴基斯坦环境官员表示，有毒的垃圾空气的源头来自印度小稻草飘过来，要透过外交管道甲印度谈判。 初三伫英国伦敦市中心，大约有1.5万的民众上街，要求政府采取行动，清理英国的河川甲大海。有名的歌手演员都加入，热血和平野生动物信托基金、英国白鳟协会也拢支持。一位美食作家表示，自从水公司私有化了后，英国的河流、湖泊甲海洋愈来愈侪污水排入，实在是伤超过。Say to politicians, please act. Unfortunately, 85% of our rivers are failing to meet the standard of good ecological status. 社会民众要求政府对水资源监管机构、甲环境署进行检讨，搁对违反现有污染规定的水公司加强执法。英国水务协会 Water UK 承认目前水务系统无啥好，相关运作伤复杂、伤慢，未当搁拖延重要基础设施的升级甲优化。公司新闻为您编译。